像你伫我的身边，情愿把你，予两人的代志，随一切渐渐会过去。想着当初是你牵着我的手，讲永远袂放袂记，就是放袂记，来予你留伫阮的心，每日想起，为你伤害自己。若不是为着你，我哪会这呢忧愁，来予人看袂起，来为你困袂去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放你放弃。因为你不值我，将烧酒啉落去，我想袂开。我爱着你。想着当初时，你牵着我的手，讲永远袂放袂记，就是放袂记，来予你留伫阮的心，为你伤气，为你伤害自己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哪会这呢忧愁，来予人看袂起，来为你困袂去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放你放弃。因为你不值我，将烧酒啉落去，我想袂开。若不是为着，若不是为着你，我哪会这呢忧愁，来予人看袂起，来为你困袂去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放你放弃。因为你不值我，将烧酒啉落去，我想袂开。我爱着你。东东，是哦，哇，今天真正是，我听到迄个前奏，我就想要困去啊！真的，今天很惊喜。然后迄张眠床，互你要跳啊也好，要困也好，要爬起来要坐，都那么的自在。然后呢，这首歌你也选得很好，尤其是头前A 段的部分呢，我就觉得真的就想睡着了，而且是迄个连家己都有要困去的迄个气氛。可是到了后面呢，你就有醒过来，要认真唱，要整个我要展现说我真正想要讲的心声那个感觉，我觉得那个层次排得很好。今天我觉得不错，很棒，加油！泽东，是哦，对于这个这么隆重的睡衣呢，我还是有一点意见的，什么意见？就是说，你既然要把你知道在舞台上做的任何一件的设定，都很重要的，就是它是有功能性的。你刚才说不是你这个睡衣后面有一个翅膀吗？披风，就是好披风。你一定要在这个表演的过程里面，把这个披风的那个感觉表现出来给大家看。那个唱歌也一样，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精准的画面，有这样的设定，你把歌融入进去，你才会知道哪些地方该怎么唱。好，因为睡在沙发上唱歌的人，在家里把这个沙发当作舞台的人，一定有丰富的想象力，这个要展现出来。好，谢谢。